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的政治学的总复习。咱顶一回讲到的是，伫考试场顶悬无讲介重要的选举制度。迄个单元重要，毋是伫考试场，是伫咱民主的现场。请大家咧一定爱来去参与着咱7月甲8月要来开始的罢免的投票，做伙将即寡中国党的4卡立委咧，拢总甲罢免掉。若是你的选区伫旧年就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无人通好罢免的话咧，嘛请大家咧多多来去分享相关的这个资料叫你的朋友若是伊的选区需要有这个罢免的行动甲你鼓励一下叫因紧去投票。咱即回要来开始的主题，这就是考试场顶嘛是正重要一个考点哦，正大的一个考点哦，叫做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看伊的意思就知影讲这是一个社会嘛，废话是由这个公民所组成的一个社会，叫做公民的社会。所以内面呢，咱来讨论的是个人的公民有人呢感觉讲一个人的力量较小嘛，团结力量大，所以呢会去进行组织的活动，就变成利益团体甲政党。伫即个公民社会运作内面呢，嘛需要有真侪即个资料，甲即个资讯的传播，所以嘛变成一个叫做政治传播的主题。所以伫咱的公民的社会内面本身就有真侪行为者会使来互咱参考。因此呢，伫考试的时阵嘛真爱考。咱先甲一寡重点，甲大家做一个回顾最后咧，再甲大家来讲，即个考试的时阵，即个单元大概有啥物款的考试的时阵的一个考题展现。头台先咱讲即个公民甲公民社会，你爱先了解啥物叫做公民伊的定义。过来就是即个公民，伊本身的读会去想，迄叫做政治的意识。政治的意识包括着效能感信任感政党的认同等等。即款意识会使变做伊对特别的事件一个看法，就叫做民意。针对着民意真重要，像咱的即个前总统李登辉就讲民意如流水所以咧政府咧执政的时阵，一定爱去掌握着即个民众伊头壳内面所想的物件，就是伊的民意就要透过民意调查、民调啦，做民调啦，就是即个物件。民调有少侪款的方法嘛，无共款的方法有啥物款的类型无共款的方法，伊的优点甲缺点佫有啥物因素会去影响着即个民调的即个调查，佫有即个民意的展现会去受到啥物款的因素的影响，即款物件你拢爱甲伊整合起来，这是民众一般的公民头壳咧想的部分。你想，你嘛会去采取行动嘛？这个就叫做政治的参与所以这是第2个部分，叫做公民的政治的参与。政治的参与会使来去分无共款的类型，包括着咱较正咧看着伫制度内面的，咱去投票这就叫做投票行为、投票的研究啥物款的因素会去影响你要投票袂佫有啥物因素会去影响着你要投互啥 ？OK， 过来就是公民的参与，包括着咱的即个审议的民主啦等等参与的预算等等即寡物件，佫有咱讲着的即寡公投罢免嘛是伫政治参与内面。有其他就是制度以外，像美国即马伊的加州洛杉矶伊即马咧拄着即个人民的暴动即嘛是一个算讲政治的参与毋过咧伊是一个较暴力的即个行为社会运动等等即嘛是算讲政治的参与。好，所以以上就是公民的第2个部分。所以公民这个主题会使分做头台先你爱先熟悉啥物叫做公民，过来是伊头壳所想的公民的政治意识甲伊的意见甲民调，过来是第2个部分，就是伊的实际上的参与实际上的参与由这个公民所产生的这个公民的社会内面上重要一个概念，就叫做社会资本这是 Putnam 伊所讲的社会资本，你要小可甲掌握一下。好过来就讲个人的力量较小，所以咧咱就爱创啥咧？咱就爱来去团结
力量大嘛，所以你一个人会使找甲你政治想法较近的人来去组织一个团体。啊，这个团体咧，你若是敢若想要甲政府啊去鼓吹啥物物件啦，还是去监督政府，还是去推崇啥物款的概念啊？你无要实际上派人去参与选举，实际上派人入去政府，毋管是行政也是立法机关内面，你干若伫社会来去做你的这个议题的这个宣传，这就叫做利益团体。若是你的这个组织，伊想要派人实际上来去参与着选举，来去当选民意代表，也是行政的官员，迄就叫做政党。所以政党甲利益团体是两种的民众来去组织产生的一个团体。伊上大的差别就是敢有要派人直接去参与着选举，是伫遮啦。这两个嘛真爱考。利益团体咱先讲，你爱知影讲啥物叫做利益团体，有啥物款的功能，有啥物款运作的模式，包括着多元主义甲这统合主义。过来就是利益团体，伊是安怎来去影响着咱政府的政策，甲如何来去参与着咱公共事务的运作。另外一个咧，咱来讨论就是政党。政党嘛要先了解伊的意思，有政党有啥物款的功能，伊对咱的社会、对咱的政治有啥物款的作用，甲伊的影响。过来就是政党会使分做无共款的类型，包括就是伫议会内部还是外部产生的，伊是由这个社会大众，还是由这个社会精英较少的人所产生的。佮有伊的主张是方方面面的，还是特别的议题。最后就是伊的目标是要去推崇伊的理念，还是伊想要去伫选举内面呢去赢到这个选举这拢会使作为咱政党咧分类的一个标准。最后就是这个政党的体系。政党的体系就是参考着这个Sartori 伊讲会使根据着包括相关性的政党有效的政党的数量甲这个竞争合作的关系来去分包括着一党的独霸一党的独大，甲两党制、多党制等等，这寡拢是政党的体系内面会使来去讨论的。过来就是甲顶一个单元选举的制度会使来去联合出题，就是无共款的选举的制度会选出无共款政党的体系，就亲像你若是用相对多数决较会去出现着两党的政治。OK，你若是用这个相对毋是用比例代表制会使来去产生较侪政党的即款的多党制形式。好，这是政党的部分，你爱小可甲了解一下就会使最后咧，就是讲咱伫这个社会内面有公民、政党利益团体，嘛有真侪这个资讯要来去传播，所以就需要靠这个大众传播媒体，就是 mass media 啦。你爱先了解什么叫做政治的传播，伊什么意思，有什么款的特别的所在。有真侪理论哦，包括着两阶段传播理论、乐队回家理论。还有这个spiral of silence， 华语叫做沉默螺旋台语毋知要安怎翻会使叫做这个点刺刺的咖喱理论就是讲一般你发觉讲社会上其他的人的意见甲你拢无共款的时阵你会选择讲安尼我就歹讲话，我点安尼好，所以即寡嘛是较重要一个传播理论，还有这个议题设定等等拢真重要。传播理论是真爱考的主题。最后咧，就是咱来去讨论，就讲咱政治传播伫咱现主时2025年的左右看到的一寡较新的现象，包括着社群媒体IG 啦、Thread 啦还有这个啥物呢 Facebook 啦，还有这个阿强伊咧统战咱台湾咧使用的，包括着像这个小红书啦、抖音啦所有的智障拢集中在这边嘛，即款的媒体啦伊会有这个降温站的现象就是同温层现象这对咱的民主甲产生这个民粹主义甲这个假虚的这个资讯拢会有真大影响，来去破坏着咱的民主。一方面，伊会使来去社群媒体会使来帮助咱伫个人的意见咧表达的时阵会使讲更加紧，但是咧伊有这个演算法
佫有即、个可能伊背后像即、个Thread Meta 嘛，伊就讲即个 Zuckerberg 因公司就会甲一寡咧批评阿强诶物件拢甲伊冻掉。像即寡诶状况，就会去影响着整个言论市场内面诶即个表现。你当作讲你咧发表意见，其实后面佫有即个商业诶考虑啦，佫有即个政治诶考虑伫内面就会互即个议题变做是佫较复杂会起来去影响着咱社会稳定，甲咱民主诶稳定。伫咱民主要来去运作诶过程当中即个资讯是真重要。但是咧，背后是谁来控制咧？嘿，这就要去思考咯。所以你着看最近诶新闻讲即个阿强因强匪诶即个高级诶叫做王沪宁哇，找真侪台湾诶媒体诶头家啦来去开会，要求咱台湾诶阿强强匪要求咱台湾诶媒体头家来去散播，因阿强想要互台湾人看物件，要来甲台湾人洗脑，要求，所以请大家一定爱甲即款物件咧甲伊判断出来莫互即个阿强去甲咱台湾人洗脑，咱台湾人是真巧诶啦。咱过去啦，拢一直你看日本时代互即个日本人洗脑嘛，讲咱台湾人是日本人是即个天皇诶即个伊诶部下啦。过来国民党政权来，佫教咱台湾人是中国人，要求即马变做是即个共产党佫咧甲台湾人洗脑。其实你台湾人无爱互人洗脑，自即个日本时代台湾诶精英蒋渭水等人会所讲，咱台湾人是真巧，咱台湾人爱有一个熟识，讲咱就是咱台湾人了有即个主体性诶重视，咱台湾人其实是世界一等一个人种是真厉害一个民族所以咧，莫互人去洗脑咱就是台湾人，有即款诶熟识哦。好，以上就是咱这政治传播诶部分，所以当甲大家讨论诶物件最后来甲大家讲，即个考试诶时阵，即个单元是真爱考。你若是要考普通考试，还是4等的考试，基本上你25题的选题题内面每一个行为者至少拢有1题甲2题才会出题。所以遮若是每一个行为者拢有2题，至少就有差不多6题到10题左右所以呢，即个是读起来是即个真有即个会使讲利益真悬的一个单元每一个伫选题题内面今年应该啦，每一个行为者拢有1题到2题出题表现。你讲那即个申论题咧，申论题应该啦嘛有可能有1题左右出题表现。咱就较无确定因为申论题个题目数量较少嘛。但是你犹原爱甲即个单元做好准备，安尼就无问题咯。以上就是咱公民甲公民社会这个单元要来参大家讨论甲提醒的一寡重点最后咧，就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